Hello， 囡仔兄囡仔姊，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精彩，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馆馆。小酒来去 ，Follow me， 陪你看世界里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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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地球人就过来，哔哩哔哩哔哩哔。广告要开始 ，Are you ready？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去飞。哇！阿金姐啊，阁有大阿姨恁好，我是乐乐，欢迎来到乐乐的飞行图书馆。今仔日有真侪囡仔朋友要甲咱做伙来讲故事哦。嗨，安尼咱就做伙来讲，要徛倒一边。今仔日足赞呢，早起的公园有够闹热。穿花点裤的来公园耍，穿夹仔裤的嘛来耍。嘛有穿花条裤的，甲穿三角裤的呢。这听起来溜仔怪怪呢。哦，是裤顶悬有印三角图的，嘛来遮耍啦。早起时拢有足侪人来公园耍呢。大家熬早，大家熬早，大家拢足有礼貌的。今日的天气真好，风微微啊吹，放风吹上下暑啊。你看，迄边有囡仔咧放风吹呢。放风吹爱先走几步啊，风吹才飞起来哦。嘿，对好，莫乌白走。有人来公园啊散步，嘛有人来公园啊运动。迄边的草坡啊，有一蕊足水的花呢。嘿，你甲看，顶悬阁有足古水的刺毛虫。啊，有刺毛虫，紧甲伊掠起来。袂用你掠刺毛虫。刺毛虫会甲花叶啊食了了，安尼花会死去。有影，我嘛讨厌刺毛虫。毋过刺毛虫爱食饱饱，才会当变做水水的尾牙啊。真是的，尾牙真正足水啊！啊，恁迄边哪会咧冤家？毋通我哪啦？有时阵敢若是小可代志尔，就亲像为着刺毛虫。恁感觉刺毛虫足太过的吼？毛虫囡仔细食过古水，大汉发生也有够水。菜边菜心菜袂溜，阁会害头害尾，有够太过。对啊，规身躯青，害人看到都起鸡母皮。海棠，好糖，海棠，好糖，海棠。好糖。哦，哪会连恁这边嘛咧冤啊？拍落，加油！囡仔人毋捌，毋通来斗闹咧。捌就莫好白讲。哎呀，大家愈冤愈歹，落尾规个是乱吵吵。啊，风吹落来啊！
敢若无人注意到风吹落落来呢，搁直直咧弯袂煞，甲因种人拢好走。甲因种人拢好走。啊，无人关心风吹，搁愈弯愈歹。看，甲掠起来！冲啊！莫小怕啦，闪啦！哇，恁配音配甲真好。扮演角色足好耍的，咱搁耍落。弯嘞，两边刷起骹动手，对正边拍到倒边，搁对倒边拍到正边。哦，涂骹有一条线。哦，乐乐你真贤，有去注意。公园中就敢若有一条线，送嘛袂使下过去。结果就变做介意刺毛虫的徛一边，无介意刺毛虫的徛另外一边。啊，安尼我到底爱徛倒一边？乐乐来这边啦。这边啦。啊，到底爱徛倒一边？有的人无啥确定家己是介意，也是无介意刺毛虫，敢若想要甲朋友徛做伙。嘛有人感觉老大的讲了有理，就选择甲老大的徛做伙。为着要知影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两边的老大的拢想着撇步。来，大家紧过来！来，大家紧过来！我敢袂使卖切做普色，袂使。不过我较介意空色。真是爱擦咯。一定爱擦。真好，即马一边一色，双边拢分甲清清楚楚，大家拢爱听老大的话哦。老大讲，你是歹人，你毋才歹人。认为老大的，莫搁冤家啦。有一个问题，互我足苦恼的，要请大家来斗想咧。咱用色水来分两边，敢是好办法？是啊，安尼两边的两个老大都足清楚的。我感觉毋是呢，甲色料擦伫身躯顶，可能会互皮肤感冒。我感觉挺好呢，因为安尼谁徛伫倒一边都足清楚的。最后甲我无地带，我是安怎一定爱回答？这真正有淡薄仔伤脑筋。那换做是你，你要徛倒一边？我要徛中，我要做公道伯啊！我想要徛普色。我共款无意见。安尼恁感觉刷落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咧？啊，等雷讲啊，是毋是要落大雨啊？因的色拢无去啊！因到底是讲好啊袂？安尼恁要看卖，尾也变安怎？继续冤家。讲好，我嘛无确定呢。我感觉应该会拍到3更半暝。老师，恁两个逐工拢做伙，搁斗阵画图写故事，安尼敢会冤家？袂啦。阮会看这个故事是谁写的，就照伊的意见，所以袂冤家。是安怎要用普色甲空色？毋知大家有发现到无？有一寡独裁国家的人民百姓，因的穿插拢是素面的，敢若制服迄款衫，而且特别爱用普色甲空色，所以我就想讲，甲这个想法藏入来。而且这本册的头前，逐个角色拢是彩色的。故事写到这的时阵，因风擦做普色甲蓝色，故事的气氛就会搁较强烈。因的菜感是油菜，若是油菜，哪会好强调？我认为你注意到这点真有意思。其实我头先咧写的时阵，就是有写擦油菜，不过后来我就甲你想的同款，想讲安尼雨水就冲袂掉，所以恁有看到无？我伫内底干那讲擦色，所以迄可能是水彩，拄着落雨就冲掉啊。若无迄阵雨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其实我这阵雨，伫这个故事内底，那亲像是一个比喻，就是
咱会当用一阵雨、一缸水，甲咱身躯顶、心肝内所有的偏见拢总冲掉。若阵无迄条线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其实我迄条线嘛是画假，咱毋管是甲朋友咧冤家啦，也是咧生气的时阵，也毋是真正有迄条线。毋过恁会发现，恁互相之间有一条界界。而且，咱若甲即个故事印做一本册，搁较安怎，一定有中线即条线。这是册内底一定爱有的。是安怎介意七毛头的人，就爱插做普色；无介意的人，就爱插做空色。恁的问题真正足有意思，观察点嘛真趣味。其实，伫恁问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拢无想过。毋过，若照安尼想，应该就是画家的质感，也就是我感觉，若空色甲普色照安尼甲下落去，画面会较平凡水气。我嘛捌甲朋友因为介意无共款的物件咧冤家，冤家就亲像册内底迄条线，甲阮两个隔开。即马阁真足想咧，真侪代志毋是想对想毋对，嘛无一定爱经倒一边。毋过，若是要问讲，敢着爱收藏即本趣味的册，我一定会选爱收藏即边。想要甲我徛共鸣的，请举手。耶！收藏伫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阁做伙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